社區呢個主題，首先係快樂聯盟親子形體音樂劇超級蜥蜴王公演，然後係快樂聯盟遊樂場設計及填色比賽頒獎典禮，最後就係快樂聯盟攤位嘉年華。希望今日嘅活動能帶俾大家快樂，對正面思考有更加多嘅了解，嘗試將快樂掌握喺自己嘅手中。大家手上有冇超級蜥蜴王嘅長刊呢？如果未有都唔緊要，等我簡單介紹下呢個故事呢。地球村喺呢2年發生巨變，每個家庭嘅生活間表都被逆轉，遇到各種大大小小嘅挑戰。兒童及青少年要面對新嘅學習模式，留家抗疫、上網課，更自律地處理時間表、課餘時間，自己發掘新嘅興趣，學習分擔家務等等。家長亦要喺狹小嘅生活空間平衡工作、照顧子女以及擔當部分家教嘅工作。以上種種對親子關係帶來唔少張力，家長都要硬住頭皮適應過嚟。對於疫症帶嚟嘅新常態，難免會感到無奈。幸好一家人嘅愛同埋關顧，陪伴大家走過高山低谷，讓我哋克服困難。大家一家人一齊經歷成長蛻變，更珍惜喺一齊嘅時光。究竟各家庭喺疫情嘅遭遇係如何？佢哋又如何適應，最終練成超級蜥蜴王？請大家細心欣賞我哋嘅原創親子型音樂劇啦！劇場即將開始，而家請來賓將你哋嘅手提電話或者其他有機會響鬧嘅裝置，例如手錶，校至靜音模式，以免影響劇場嘅進行。但有一日，媽咪同我講，我出街開始要戴口罩，冇得去學校。
先。Hello，我係劉子豪。未。Hello，我係劉子豪。我今日咧係教大家跳舞嘅。大家好，我係 Sammy，我係子豪嘅助手。Hello， 大家好，我係 Jimmy，我都係子豪嘅助手。咁我哋而家就開始啦。請你哋咧喺你嘅座位上面啦，揾隔離一個人，求其做你嘅 partner， 2個人一組。好啦，相信大家都揾好啦。咁我哋而家就開始啦。第一 part 咧就係咁嘅，舉高雙手，然後右左右左，之後拍4下手。然之後就係向空氣拍2下，拍自己2下。然之後對住你個朋友拍2下，又拍自己2下。然後舉高雙手，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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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哋轉圈嘅同時拍4下手指，再原地跑步。之後另外一 part 就係左手叉腰，右手揮4下，1、2、3、4。另外一邊都係一樣，1、2、3、4。之後就拍空氣1下，拍2下，拍自己2下，拍朋友2下。之後就揸住啲槍嘅手勢，向左邊方向飛1下，白。另外一邊都係。之後就右手左腳1下，左手右腳1下，右手左腳1下，左手右腳1下，之後原地跑，咁就完啦。大家識唔識啊？如果識嘅話，如果識嘅話，我哋就開始啦。短讯1封电，又1通电话，够不够？不够，不够，要碰碰拳头。有时见面没时见面，有时没事斗一斗，见面不用找借口。好的坏的，你的我的，在你面前不啰嗦，还有什么说不出口？八卦正经难听动听，有话想说不保留，别在心中摇头一头。事业爱情有我有你，研究一番更有心头。相识不用满天下，只要有相知如你，分享分担都足够。你还真够朋友，总是站在我左右，世界细细研究，只有朋友不迁就，我们趣味相投，缘分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应酬，只要有要求，一定会出手。你还真够朋友，总是站在我左右。如果要做朋友，就要做一生朋友。我们趣味相投，缘分不需要理由，不是爱人，却天长地久。我感同你身受，有夫复何求？坏的你的我的，在你面前不啰嗦，还有什么说不出口？八卦正经难听动听，有话
话想说不保留，别在心中摇头一头。誓言爱情有我有你，研究一番更有心头。相识不用满天下，只要有相知如你，分享分担都足够。你还真够朋友，总是站在我左右，世界细心研究，只要朋友不嫌旧，我们趣味相投，缘分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应酬，只要有要求，一定会出手。你还真够朋友，总是站在我左右，如果要做朋友，就要做一生朋友，我们趣味相投，缘分不需要理由，不是爱人，却天长地久，我感同你身受，有夫复何求。你还真够朋友，总是站在我左右，世界细心研究，只要朋友不嫌旧，我们趣味相投，缘分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应酬，只要有要求，一定会出手。你还真够朋友，总是站在我左右，如果要做朋友，就要做一生朋友，我们趣味相投，缘分不需要理由，不是爱人，却天长地久，我感同你身受，有夫复何求。有夫复何求。嗰陣我仲讀緊幼稚園，上堂會整手工，整咗好多得意嘅動物出嚟。返屋企我又會畫畫哦。但有一日，媽咪同我講，我出街開始要戴口罩，冇得返學，日日都喺屋企。一場突如其來嘅疫情改變咗我哋所有人嘅生活，一家人天天呆在一起，一齊令我哋手足無措、無所適從。一家人日夜相處嘅時間多咗，矛盾多咗，情緒上嘅碰撞一度令我哋崩潰，甚至開始感到焦慮。學校幾時可以返學？疫情幾時結束？冇人可以準確知道答案。點解你哋個假期越嚟越長㗎？點解要做埋老師嗰份？又要睇住啲細路，點解要做埋老師嗰份㗎？我想出街玩啊！你轉冇課啦。點解個假期越嚟越長？又要返工，搞唔掂啦！我哋忙啊！坐定定啊，認真啲啊！啲 WiFi 好缺喺屋企好悶啊，可唔可以出街行下？又要上網課啦。幾時可以除口罩？我想見到啲朋友仔啊！點解上唔到網嘅耶呼？唔使返學。臨緊，我未背。我右邊啊！唉，又要上堂啊！快啲啦，開始咗啦！
你上咩堂啊？體育堂咯。體育堂都係網課嘅咩？嚇！你坐喺度用隻眼同個腦可以代替運動㗎？點知喎？食得飯未啊？對眼好攰啊！哦，得，好快啊！你哋咁樣咧，日日坐喺度，我煮飯啊都快咗好多啦。都可能係件好事嚟嘅。唉，眼都就快盲，唔想再上網課啊！喂，老師話你冇做功課喎。嚇？點解嘅？都唔識做。唔識做？你唔識做，我都唔識做啊！我都幫唔到你喎又。咁點解你唔問老師嘅？啲老師成日都 offline，揾唔到佢哋啊！嚇？邊有人上網課㗎？等我瞓先。喂，起身啦！喂，好起身啦！得。唔瞓覺咪上堂畫畫咯。老師講。咦，原來我 friend 冇瞓到喎，不如叫佢打機算啦。冇，咁我哋繼續下一題啦。阿仔咁乖嘅，咁專心望住個 mon，好專心上堂喎。等我去睇下佢今晚想食咩先。啊！你個衰仔掛住個 mon 喺度打機，我仲以為你要專心讀書添。俾你發現咗添。痛！你唔上堂你就跟我翻去執屋啊！痛！幾時可以正常翻學啊？如果咪日日俾阿媽扭耳仔真係好痛啊！痛！各位同學，你哋今年就留喺屋企自修啦。吓？咁真係要做咩啊？冇咗老師教書，要自己睇課本內容去做功課，真係好難啊！讀過好似冇讀過咁，睇咗都冇用啦，唉！而家想做功課都做唔成啊！學校又話咁樣可以入到 Zoom 嘅，點解而家入唔到㗎？東至西咁啊，唔同嘅省份。咁我咧就等份同大家講。咁啊，咁多個省啊，玩邊個好咧？揀邊個好咧？咁咧。我都唔知喎，講極唔知佢講乜，係咯，不如開讀先咯。喂，你又上堂玩手機啊？你咪都係一樣。我同同學傾緊功課啦，唔同你喎。你又點知我唔係呢？我傾緊堂上啲嘢咯。信你個鬼咩？一定唔係啦，收翻埋嚟你個手機啦。我就唔收，吹咩？唉，上完堂好似冇上過咁。個個都上堂嗰陣時打機，有啲人又食嘢，仲有啲人瞓覺添啊！唉，老師都話好無奈。唉，我真心好想快啲返學校上堂啊！我都想，見唔到你就好。
想出街玩。喂，你翻到屋企洗咗手未啊？帶翻你嘅口罩。喂，隻手唔好亂咁摸啊，好多細菌啊！出街記住戴口罩啊！翻到屋企記住要用梘液洗手啊！點解唔俾我出街你玩？哋着安心出行未啊？我想出街玩啊！喺屋企好悶啊，可唔可以出街行下？口罩好焗啊！焗死啦！一時可以除口罩啊！喂，夠鐘上 Zoom 啦，仲唔快啲準備？坐好啲啊！記得唔好開咪啊，老師唔俾㗎。部電腦冇唔喐嘅，又冇聲嘅，好又上唔到喎，好嘢唔使上堂。得啦。落堂咯，可唔可以去公園玩啊，媽咪？唔可以啊，出面好多細菌㗎。唔制啊，同我玩啊！我手頭上嘅嘢都未做晒，唔得啊！嚇，唔制啊，同我玩啊！喂，你好起身啊！7:09個鬧鐘已經響咗，你仲未起身？8點啦，快啲啦！我幫你上住網先啦，老師，快啲刷牙洗面，快啲啊！快啲啦，老師講嘢啦，嗱嗱聲啦，得唔得啊你？哎呀，我幫你啦，搞咁耐㗎。哎呀，着啦，快啲啦，快啲啦，仲未上到網啊，快啲啦，夠鐘啦，喂，扣樓啦，扣啊！着件衫咪得咯。扣樓！哎呀，喂，你條褲咧做乜唔着啊？着件衫咪得咯，佢又睇唔到。哎呀，是但啦，你真係夠鐘啦，嗱嗱聲啊，我去煮早餐俾你食，你睇下你都係咁 break 嗰陣時食啊！你好。誒，你做咩喺度㗎？你唔係上堂，老師見你唔到嘅喎。我用咗個新方法，同埋我想知道你整咩俾我食啊嘛。我整嚇咩新方法啦？咩新科技嚟㗎？會唔會我咩都唔識㗎？你教我。我用咗我自拍咗張相做 background 啊。嚇！即刻攞上。我們正在表演直播。因為我食毒藥嘅冇事。細佬，你唔好喐啦，我睇緊書啊！唔會啊，我咪裝你啊！我咪裝你，大佬。你自己玩啦。媽咪，阿細佬阻住我睇書啊！我都冇。阿細佬好嘈啊！你跑嚟跑去，我專心唔到啊！爸爸，由一開始嘅唔開心、唔習慣，慢慢地我哋學會咗接受，所有人都喺度捱緊，冇人例外。
到咗今日，疫情慢慢減緩咗，學校已經復課，工作亦已經正常運作。我希望我哋可以早日除低口罩，回復以前嘅正常生活。大家好，我係 Shirley， 我喺劇情裏面飾演梓浩嘅媽媽。我喺呢個疫情裏面學識咗做一個合格嘅技術支援。Hello， 大家好，我係劉梓浩，我飾演 Sally 嘅仔。我疫情識咗跳繩同埋煎蛋。大家好，我叫龍俊佳，我學識咗踢波，多謝。大家好，我係 Grace， 我飾演 Caitlin 同埋 Regan 嘅媽媽。喺疫情入邊，我學識咗買餸煮飯一腳踢，多謝。Hello， 我叫梁思穎，我飾演 Grace 嘅女。喺呢個疫情中，我學會咗自己做功課。Hello， 大家好，我係 Jimmy， 我喺劇中度飾演我自己啦。我喺疫情做學識我偷懶啊，唔係呢個善用時間先啊。例如呢個無聊嘅課堂就畫下畫啊，打下機啊，睇下直播啊。而到我最中意嘅課堂就認真讀書，都係㗎。Hello， 大家好，我係 Jenny。喺呢套劇裏邊，我飾演 Jimmy 嘅媽媽同埋 Jaden 嘅媽媽。咁喺呢個疫情裏邊，我學識咗做一個多功能嘅媽媽。多謝。
Hello， 我係 Jaden， 我飾演 Jenny 嘅仔。喺呢個疫情裏面，我識咗點樣戴口罩啦，保持社交距離啦，同埋勤洗手咯。大家好，我係 Sammy， 我喺呢套劇裏面飾演 Patsy 嘅家姐。我喺呢個疫情裏面學識咗用手機處理大小事務。大家好，我係 Patsy， 我係飾演 Sammy 個細妹。我喺呢個疫情當中識咗近視加深。大家好，我係 Winnie， 係阿緊個媽咪。咁喺疫情裏邊，我就煮飯快咗啦，做嘢嘅效率高咗啦，同埋學咗好多新知識。心靈即係有咗呢個調整之後咧，就對自己同埋對其他人嘅包容體諒都多咗。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阿緊，我飾演 Winnie 個仔。喺呢個疫情，我學咗更多關於電腦嘅技術嘅知識。大家好，我係 Peter， 我飾演 Gigi 嘅仔。喺疫情期間，我學識咗勤洗手。大家好，我係 Gigi， 我飾演 Peter 仔嘅媽咪。喺疫情期間，我學識咗整好多嘢食，蒸饅頭、煎香蕉餅、電飯煲焗蛋糕。多謝大家。Hello， 我係超級蜥蜴王嘅採訪員。請問你喺呢個疫情度識咗啲咩啊？學識咗睇住啲小朋友上網咯。多謝晒。咁請問你喺呢個moment？ 請問你喺呢個疫情？請問你喺呢個疫情度識咗啲咩啊？我識到話留喺屋企work from home 咯。多謝晒。咁請問你喺呢個疫情度識咗啲咩啊？我喺呢個疫情度識咗點樣防疫自己。哦，好，多謝。好啦，我哋個劇咧嚟到呢一度啦，咁啊再講多次，我哋嗰個劇叫做咩名啊？超級蜥蜴王係啦，咁我哋呢個劇咧嘅導演咧，我哋而家請導演出嚟，劉燕恒 Karen 係。咁啊 ，Karen 咧一路陪伴住我哋呢班演員啦、家長啦，由暑假開始我哋一路排劇啦、創作啦，咁就嚟到今天咧就完成咗呢個《超級蜥蜴王》呢一套劇嘅。咁啊，頭先咧大家見唔見到喺後面咧係打咗即係投射咗一啲嘅畫作啊？睇唔睇到啊？可能現場咧個燈光就大家睇得辛苦啲係啦。咁啊，呢啲咧其實都係我哋啲演員咧喺製作嗰個劇本、創作嘅劇本嘅時候咧嘅一啲嘅草稿啦，同埋一啲畫作嚟嘅。咁我哋就用好少嘅資源，但係咧就將大家咧喺呢一段時間經歷過好豐富嘅一啲人生經歷咧，擺咗喺呢一套劇嘅裡面嘅。咁譬如話啊 Karen 啊，我哋可以講少少喺呢個劇嘅創作裏面，係啦，咁啊佢哋，你最深刻係同佢哋經歷過啲咩嘢啊？我最深刻係佢哋嗰個願跳舞又唔願跳舞嘅樣咯，即係大家頭先學嗰個舊朋友嗰隻舞啦。
佢哋為咗教識大家嘅時候，其實都用咗好多力去記住啦。本身佢哋就係我唔想跳啊咁樣嘅，但係而家就進步咗好多嘅，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咁頭先咧，我哋現場嘅朋友咧都學識咗呢一隻舞啦。咁咧，我哋好冇 encore 多一次啊！我哋現場嘅朋友咧，同我哋一齊喐下好冇啊？因為大家可能頭先咧就練習咗啦，有少少嘅舞步，我見大家都有一啲喐動嘅，小朋友都好似都知道嗰個節奏，我哋係右邊先噶嘛，好多嘢都係啦。我哋都見到有啲小朋友咧，好似開始到。咁我哋試下喺請翻班演員出嚟啊！我哋有 Jaden、Jenny、子浩、Shelly， 我哋帶翻我哋嘅大跳舞嘅係有 Sammy 啦、Jimmy 啦，同埋最緊要係子浩，幫我哋再教多次跳舞喎。可唔可以啊？但就係咁啦，就係嗰啲咧又願意又唔願意咁樣，係好似我哋喺呢個疫情裏面有個狀態咧，就係我又知我有一啲嘢要做，但係咧嗰個心情咧總係有一啲。係啊，我唔願意，我唔想喐啊！大家 work from home work 得太多啦，就攤喺張床度 work 噶啦，而家。好，我哋預備咯喎，好嘛？之後我哋再教多次大家跳，我哋都希望現場嘅觀眾咧，今次係有喐動嘅，喺屋企嘅朋友都可以一齊喐㗎。我哋直接落音樂咁樣一齊跳啦，好唔好啊？大家如果可以嘅話咧，就企起身；如果唔可以嘅話咧，喺張凳度喐都可以嘅。咁就跟住我哋嘅演員一齊喐就可以㗎啦。拍下手先啦。我拍下你個大髀。同你隔離嗰個揮下手。左右都有人㗎喎。好，跟住俾個濕佢。好，然之後咧，呢度有粒星星啊，由呢邊飛咗過嗰邊啊。好，跟住呢邊開。嚟多次啊！哇！哇！好，然之後我想你拖住隔離嗰個人啊，一個好大嘅波浪湧過嚟啊！好，然之後咧可以嘅話踏前一步，再踏後翻一步，跟住跑步，準備啦！跟住空氣，自己，朋友，自己。轉個圈咯喎！如果唔跳嘅朋友，可唔可以幫我哋拍下手咧？俾啲叉我，跟住轉個圈，打開頂帽，戴翻頂紳士帽先，嚟多次。好，咁我哋就請我哋嘅演員入翻入台，我哋而家逐個咁樣又介紹佢哋出嚟咯。首先有請我哋嘅 Jenny 同埋 Jaden， 之後係 Gigi 同埋 Peter， 再嚟嘅就係 Shelly 同埋子豪，跟住係阿瑾同埋 Winnie。好，接住落嚟係3位年青人，分別係 Sammy、Patsy 同埋 Jimmy， 仲有我哋嘅3人家庭。好，同埋 Rachel， 我哋一齊出嚟啦！
喝酒。準備最後一次啦！真夠朋友，總是站在我左右，世界細心研究。只要朋友不嫌舊，我們趣味相投。緣分不需要理由，不需要應酬，只要有要求，一定會出手。你還真夠朋友，總是站在我左右。如果要做朋友，就要做一生朋友。我們趣味相投，緣分不需要理由，不是愛人，卻天長地久。我感動你伸手，有夫婦喝酒。最後一個 pose 啦，演員們 pose， 大家準備好你個相機影嗰張靚相未呢？好多影好未啊？影好未啊？家人朋友嚟支持佢哋喎。我哋再俾多次熱烈嘅掌聲俾我哋嘅演員啦！好啦，咁啊，劇場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咁我哋一陣間咧就會有個小休嘅時間咧，3點正咧就會進行呢一個嘅遊樂場設計及填色比賽嘅頒獎禮嘅。咁可能呢一段時間咧，我哋嘅演員啦同埋義工咧就會各就各位。咁我哋會小休一段時間先。咁然後咧，我哋喺3點正咧就會進行呢一個嘅快樂聯盟遊樂場設計及填色比賽嘅頒獎禮嘅。咁我哋暫時嚟到呢一度小休一陣先，多謝大家。